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1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伫个美国加州的台湾长老教会发生一个人死亡、5人受伤的枪杀案，总统府谴责暴力行为，也已经派驻美代表萧炳琴去到加州致意。也因为这个嫌犯周文伟是台湾移民过去的，法务部表示，根据台美司法合作，会提供美国警方协助。周文伟也去向亚讲，伊是美国拉斯维加斯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反对台独，希望统一的心思是真明显的。美国南加州2湾台湾基督长老教会15发生致死5伤的枪击命案，凶嫌周文伟其实是台湾移民，刷牙请杀害同款是台裔人士的侨胞，调查一位同齐谴责暴力行为，强调不应该用种族歧视为由做出激进举动。我们希望所有的激进派分子真的不要拿别人的生命开玩笑。追究他后续的背景，我倒觉得其实不是最重要的事情哈，怎么样去弭平现在的一个伤口，可能更关键哈。总统府回应严正谴责暴力行为，总统发言文向受伤的台湾侨民表达关心，已经指派驻美代表萧炳琴去加州关心，也且外交大会合作美国协助保障当地台湾侨民安全。因为周文伟是台裔人士，法务部表示会伫台美司法合作，和美国警方必要协助。案子目前并没有收到美方的要求，如果美国警方或联邦调查局在办案上有需要我们提供相关的资料的话，我们基于台美双方的司法互助协定，我们会尽量的来帮忙提供。蔡总统他已经指示了外交部对于本案的这个受害的我国的侨民，还有我们的亲属相关亲属呢，要表达最诚挚的慰问跟哀悼。周文伟身份方起底是美国拉斯维加斯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理事，美国警方初步研判，伊不满两化精神，现台湾人假发案。也毋过，中国媒体伫报道这件枪击案对周文伟的反对促统立场，所态度低调，一字拢无讲。学者分析，这应该是激进分子的单独作为，毋是统独两派阵营制造的冲突。在海外的华人往往因为他们接收到的讯息更是单向化。所以说，在这个统独的态度上面可能更为极化。那在这样极化的氛围之下难保不会有这种激进分子。两岸经济紧张枪击案感觉激化统独阵营对立，学者认为统独议题有缘属于政治讨论，大多数的咱国民众当属政治立场无同，也会当用理性讨论。政治领袖也扮演关键角色，爱避免会放点火，唔通互对立更加严重。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个0+7在家隔离新制度，对今日开始实行啊。那准是甲确诊者带做伙的人，只要注满3档疫苗，快筛阴性，就会当唔免隔离。这去到民众真侪人去排队来注疫苗。不过，有医生认为讲放0+7会害一寡人四界拍走，电到互疫情冲关，增加医疗负担。不过，指挥官陈时中表示，未改变政策，不过会随时来注意疫情变化。填写资料准备做第3期0+7期间隔离新制实施，即摆开始确诊者做伙大的亲人，只要做第3期有快筛阴性，就会当唔免隔离。和高雄屏东17开始注射的意愿明显提升，大家拢抢伊比起来赶紧做，就不用居隔啦，这样会比较觉得说时间上不会被限制住。打3剂以上的话，就可以不一样的政策，他们可以行动比较自由。0+7免隔离会当上班、出外买物件，降低生活影响程度，对民众来讲真需要。指挥中心17也进一步说明，做完第3期会当选3+4还是0+7，选择0+7的民众爱伫个自主回报系统高选，已经完成 COVID-19 疫苗对加车，而且采用自主防疫，也未开居家隔离通知书。那如果有勾的话，那原则上我们的系统是不会开立所谓的居家隔离通知书，那它就是走0+7。那如果假设他没有勾选的话呢，那他就是走3+4的居家隔离方案。但是也未适用0+7新制的各高中生，中央规划5月底开始完成第3期注射的各高中生会当直接适用。目前台湾第1、第2期平均注射率已经超过80%，第3期对加车缩减了3.32%。0+7和注射意愿拢提高，不过医界有无共看法？有医师烦恼放零会互疫情向冲悬，增加医疗负担；也有医师认为最好防疫风险有限。我想，只要大家继续维持目前的防疫习惯呢，从3+4改成0+7呢，即使增加风险也是有限的。
面对外界的烦恼，若是以后疫情向增加真济，是毋是取消年假期？这位官但是中是讲中央会随时注意疫情的变化，若是有必要会做调整，即马目前无修正的必要。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已经是连续6天拢超过6万个确诊者咯，今仔日就65000例以上，61个中重症，38人死亡。指挥中心针对着第2轮快筛试剂欠下者，按算后礼拜就要来施行第2轮咯。另外，在调整着确诊了后，这轻重症的分流收治，敢若中重症无满3个月以下才会当住院。另外，70岁以上无满1岁以下，也佫有新的护人人会安排去住加强版本的集中检疫所，或者是防疫旅馆。新冠本土疫情连续6天破6万，指挥中心宣布17个增加65794例确诊，其中新北市增加18400例上值，同10184例；台北市原来有9772例。对国内疫情无过大幅度升悬的趋势，也互外界好奇是不是因为台检量能所造成的现象。那到目前我们每天检验大概是8万多到10万。好，那这样的时候还没有达到那样的一个饱和量呢，所以可能性相对的低。另外，中重症也新增加61例，死亡38例，年纪是30外岁至90外岁，有17个超过80岁以上。主要死亡个案也是以侪岁人较侪。这个死亡案例当中有18个无注过疫苗，37个有慢性病史。有30多岁的2位女性本身都有癌症的病史，那没有接种过新冠的疫苗，那这次是分别是因为染疫之后合并呼吸衰竭，或者是染疫之后也有本身癌症的这个关系，那不幸过世。面对疫情严重，快筛需求增加，指挥中心统计，为4月底快筛实名制实施到17中昼，国内已经被695万外人快筛试剂，将近3500万份。预定后礼拜开始进行第2轮的实名制，但是确实的时间也犹太这2天啊，看进回速度甲时间。另外，为了减轻医术人员的负担，指挥中心佫调整轻重症分流收治的原则。即马开始住院，敢若限中重症，未满3个月发烧的红婴仔，也是因为其他的疾病经过医师评估有住院治疗必要的确诊者，70岁以上的长辈，年纪65至69岁独居的人，3个月至1岁发烧的红婴仔，有新的护人人，这高风险对象是送加强版集中检疫所，还是防疫旅馆？这个加强版疾检所、防疫旅馆的这个主责医院要合力来设置这个紧急后送就医的绿色通道。疾检所这边也都有配置医护人员然后会进行相关的一些儿科或者是妇产科的一些会诊之外呢，如果评估认为需要这个做这个口服抗病毒药物的投予，也可以在这个疾检所或防疫旅馆里面给予。大家注意的是，台湾最近疫情严重。美国 CDC 伫5月16日更新旅游警示中的高风险国家名单，甲台湾列入上新的名单中，甲英国、法国、德国这些国家并列第3级的警示，也呼吁要前往这些国家的时阵，爱先注新冠疫苗。记者综合报道。因为有真侪人要做 PCR 采检，台北市甲台大病院合作，伫咧台大医学院的体育馆设防疫门诊的采检站，今仔日试营运18就要开始运作咯。市长郭文德下晡去到现场视察动线。另外，中正纪念堂边路车 PCR 采检今仔日开始运作，一天会当做1200人，全部去互登记了。咱若讲到新北市今仔日增加18000外人确诊，在家隔离人数也平均一天增加2万外人。市长侯友宜也讲，未来就要小心势力。那动线从哪边来？清风雨衣挂 N95翠暗，台北市长郭文德亲身视察台大医学院体育馆的体检站动线，要确保试营运会当正顺。不过台大防疫基门诊，每天敢若开放400人的名额，也互外界伫质疑这个量能伤少，敢讲台大叫袂定当心。一开始400嘛，现在是这样的哦，有需要才增加嘛，没有需要你弄那么多干什么？那外界质疑说你叫不动台大，不会啦，那这个都院长在这里，院长都在这里，院长都在这里，那时候叫不动，我自己都是台大的教授，我就想不要挑拨离间好不好？国内病例数持续欠悬，郭文德也预告高峰得要来啊！除了台大病院负责的台大医学院体育馆急门诊的体检站，由台北市政府甲台北营总联手，伫中正纪念堂开设车内素检验站，17也正式运转，采用汽车、机车行程分流，分作3班制，逐天提供1200个采检名额。
台北营总表示，真紧预约都会满额。6点多就已经有人在这边排队了，不管是走路来或者是开车来的。好，那100个名额，其实在8点一开始就已经很快就满，呼吁已经预约的民众务必要来。那今天看起来目前都很好。民众预约正踊跃，台北营总有上百医护人力支援门诊、领药甲采检。领本土疫情因为变严重，17新北市增加18400人确诊，连假期实施的头一天，侯友宜一直吩咐，非必要莫出门。连假期唔是什么代志拢会使做。比中央更严谨，包括这个禁止大众运输24小时快速的要采集阴性，那才可以出门。当然最重要不是出门，最重要是没有必要不要出门，包括居家办公，在家为原则。若是新北居家隔离突破4.3万人，对确诊降低居家隔离人数，煞比前一天增加2万人。侯友宜是讲，这是中央通报系统无稳定才会安尼。新北最近1礼拜病例数拢伫2万左右，也是爱正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对明仔载开始开放65岁以上民众，若准快筛阳性，经过医生确诊通报确诊了后，就会当评估敢要来使用这药治疗。国内也有一寡病院已经启动分流，若准民众超过65岁，会当代先看诊，或者是代先互因实施门诊，由医生来评估看敢要食药啊无。摕金宝卡甲号码单，为咗民众排队进行诊疗。新北市阿东病院互民众伫社区检验站、病院也是防疫急门诊体检 ，PCR 确诊阳性，就会当评估分流。若是民众超过65岁，也会当优先看病，还是事先看病，评估是不是爱食药啊？就是阳性之后，我们自动发出简讯。会发出简讯询问病人使用药物的意愿，所以我们目前的目标族群是设定在65岁以上老人家，所以我们权衡之下，以这些最高危险群老人家作为我们的优先服务对象。为了降低高龄长辈伫确诊了后的中重症风险，指挥中心修正病例的定义，佮宣布5月18开始，65岁以上的长辈，比照居家隔离、居家检疫，也甲自主防疫的3类对象，只要是快筛阳性，经过医师确认研判。若是确诊，就由医师来通报，看是不是使用口服药来治疗。新增65岁以上含以上的长者，使用家用抗原快筛试剂检测结果阳性，并经医事人员确认，或由医事人员执行抗原快筛结果阳性者，那我们就定为确诊。根据统计，16国内的口服抗病毒药物开3182份，创下单日的新高。累计今年抗病毒口服使用达到11899人份。最近所有的使用的药物都有增加，好，那瑞德西韦的部分的话，我们的确也在增加采购当中。好，那我想增加的这个速度的话，我们会加快。那是指挥中心甲莫沙东药厂加买的10万人份抗病毒口服药莫纳皮拉韦，其中差不多3.5万人份已经送到台湾，会送去长照机构、西药指中心组织的医疗院所这个所在使用。记者综合报道。疫情当中，咱来关心这爱考试学生囡仔。讲到大学个人申请第2阶段甄试19开始进行咯。医学系、家医系也个中医系是比较旧年，互在家隔离、自主防疫、在家检疫，也个这检还未出来的学生来参加面试。教育部下晡表示，经过卫福部同意，轻症或者是无症状的确诊考生，也是会当来考试的。若其他科系是袂当来使用这款规定，不过因的名额是用寄出来另外来办理。本土疫情冲击大学个人申请2阶甄试，考量轻症也是无症状比率达到99.7%。教育部最近多方会商，规划医学期考甲中医会当另外开一个确诊生隔离市场。相关防疫机制已经送卫福部审核。基本上我们是会同意的了哈，不过相关防疫的要求哈，那教育部都有一项完整的计划。卫福部长陈时中伫例行记者会讲，基本上会同意了后的15分钟，教育部正式公告，医学期考甲中医这3学系除了已经开放伫厝隔离、自主防疫、伫厝检疫甲自主健康管理，就医采检无接到结果的考生，轻症也是无症状的确诊考生，也会当到隔离市场应试。代表示尊重共识决定，将照指示落实相关防疫。总区这边会先安排一个笔试，那笔试的话，我们就会用特殊的那种防疫市场，那尽量安排这个1对1，或者是说
1对2这样子哈。政策随时检讨，杨幂交代已经准备几栋大楼，为4类隔离市场各增加1类，每一站按照无共类科生区分等待区，并且时阵取消小组讨论，调整为个人性论题。这些检疫或者是确诊的考生，他们会1人1室，然后都会架好电脑，考官在电脑上面直接来跟这位考生面试。杨幂交代，医学系主任林景峰强调。以其中3系今年予确诊生参加理解应试，教育界也有无共看法，也毋过决定就遵守。教育部解释，这3系受政府能力管控，名额也袂当外加，用这个方法应用。另外，其他学系若七务人员调配人数，也是面试考生调配人数达到5%，这个系启动应变取消面试各界由学测甲书审成绩，决定减少录取，名额用外加办理，维护考生权益。记者综合报道。最近立法院法制局等等的单位拢建议教育部就要统一先暂停中小学爱停课，尚无停2礼拜。不过教育部昨也表示讲，要授权予地方甲学校来处理。各界认为这款的做法是伫咧下提责任。家长团体甲国民党今仔日就召开记者会，要求政府爱甲政策讲清楚。疫情咧校园团，教育部允准大专以后线顶教学到学期尾，但是高中以下，甲通知高中会考后2礼拜改线顶，教育部说敢若恢复各地学校单向处理，因为正反两面拢有家长有意见，有家长团体呼吁政府爱统一机制。那所以呢，我们会希望说，这个部分来讲的话，还是希望能够有一个一致性的做法。那我们就是配合政府的政策，不要让我们就是说又是模棱两可，又是自己决定，然后这个结果又是家长要去承担的。国民党团嘛提出94位置学生的感染数字，佮小幼稚园总共有25000多人，佮13000多人，加起来比高中以上的学生感染的人较侪。但是12岁以下疫苗注射率敢若9.65%，批评教育部不应该将防疫责任塞给学校甲家长。如果说要全面改线上上课，请配套家长防疫照顾假应该要有的部分补助。再来，如果你希望要正常上课，请提供足够的快筛试剂，不要让学校变成大家最担心的最大的群聚。国民党表示，若要让学校维持实体上课，就要请教育部提供大个学生每礼拜2支快筛试剂。若要线顶，家长就应该有补贴，要有明确的指示，莫直直让家长两边为难。记者陈亚文、林旭凯台北采访报道。疫情当咧严重，这政策随时在修改，防疫保险单理赔说是变甲愈来愈严格。真侪间保险公司拢讲，若准是中福投保保险公司是会当拒绝的。金管会表示，产险公司有限定会当接受的量，若准这保险单抑搁伫咧审查阶段，保险公司是有权利退转去互人客。若准是你已经纳钱啊，说家己退保险，会另外个案处理。金管会这样的解释，老实讲有放水的嫌疑啊。防疫险的理赔一直有争议，针对中福投保、拒绝投保的问题，金管会保险局表示，若是伫核保的阶段，保险公司有权利拒保。保险没有付保险问题，只要公司核保，公司就要付。保险公司在受理民众投保后，他本来就可以对被保险人进行核保的综合评估，并决定是否同意承保。富邦产险考虑损害天保原则，大商提出中福投保会拒保了后，小连续几啊间产险公司嘛缀咧安尼做。点开国泰产险的官方网站，就会跳出防疫险核保作业的说明，强调讲因为投保案件日头增加，已经超过风险的承担量，承保的条件嘛变更较严格，而且以一件为限制。不过出现争议的是，投保的人已经纳钱啊，敢若差一张保单尔，嘛是去向拒保退钱。如果有个案的争议的部分，那这个部分我们会请那个整个保护来做申诉，或做调解，后续都有一些所谓一个救济的一个行为。另外有不少民众家立委投诉讲，因为甲囡仔共班的同学确诊，需要陪同隔离。不过金管会认为讲，家长自愿隔离，所以袂理赔。民众认为讲安尼并无合理。不过疾管署讲，居家隔离通知书是属于行政处分，并不是隔离证明。需要给予一些行政上的处分的人开立的一个书面的证明，原则上都是经过疫调或者是风险评估的结果。
金管会表示，虽然0+7新的制度实施，不过只要有隔离通知书，都免检查注疫苗的黄卡，看到底注几档疫苗。嘛强调讲，指挥中心防疫的政策3+4是关键，民众嘛会当另外选0+7，所以保险业者要是要以契约来理赔隔离金。记者综合报道。在观众朋友来看这国际新闻，美国的麦当劳公司针对着罗西亚入侵乌克兰，伫昨宣布讲要退出罗西亚市场。麦当劳30年前伫咧密苏科开头一间店，伫迄当时也互外界当作是美国和罗西亚的冷战有长好趋势。即马麦当劳宣布要退出罗西亚，这代表一个时代性结束。另外，法国的汽车公司雷诺昨也宣布，把资产拢要让互罗西亚政府，要来退出罗西亚的市场。16日，麦当劳宣布要退出俄国的市场了后，首都莫斯科上尾一间麦当劳虽出现排队的人潮，要来甲这个数十年的回忆讲再见。Макдональдс — целая эпоха. Это 90-е, первые дни рождения Макдональдса и прочее. Целая история. Мак, конечно, хороший, но душу за него и продавать не собираюсь. Да, больше так попробовать. 俄乌战争开始拍了后，麦当劳甲其他西方企业同款，互要求要退出俄国市场的舆论压力。麦当劳伫3月宣布要关闭大部分伫俄国的店，逐个月都爱了5500万的美金。总部伫美国芝加哥素食业的大业女麦当劳，16日伊伫声明中讲，因为俄国入侵乌克兰造成人道危机，违反麦当劳的企业价值，安尼嘛有麦当劳无法度继续维持伫俄国的业务。麦当劳执行长坎普辛斯基伊强调讲，要关俄国境内847间分店，退出俄国市场，这嘛是真困难的决定。嘛感谢麦当劳伫俄国6万外的员工的付出，麦当劳会找伫俄国的新买家，伫交易结束之前，会来刷咧付员工的薪水。麦当劳伫柏林围墙倒去2个月了后，1990年1月30日伫莫斯科营业，这嘛是前苏联改革开放的起点。嘛，互看作是美苏冷战降温的强点。麦当劳伫俄国成功插旗了后，1991年底，前苏联嘛宣告散去。32年了后，麦当劳伫俄国退场，嘛称定一个时代结束了。It wasn't the first symbol of the West. Pepsi had come in the middle of the 70s, but McDonald's was something different. It had a different brand and obviously had a much bigger reach today in Russia as well. It was a symbol of Russia coming into the world. 和麦当劳同一天，法国汽车大厂雷诺的公司伫16日嘛宣布讲，要甲伊伫俄国的资产规盘拢转让予俄国的联邦莫斯科政府，正式要来退出俄国市场。雷诺汽车的俄国厂因为西方制裁地属零件欠缺正恶劣运作，加上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伫3月要叫雷诺还佫有其他法国的企业退出俄国，安尼互伊承受正大的压力。公司新闻。靳元庆编译。美国北京新任的发言人尚皮耶是头一位担任这个职务非洲的一面的女同志，也是美国政坛的头一人。另外，法国总统嘛，各方任命的劳工部长博莱也正做新总理，这是30年来法国头一位女性的总理。花头戏面行去大顶，北京新任的发言人尚皮耶拜伊正式上台，甲大家做简报。I am obviously acutely aware that my presence at this podium represents a few firsts. I am a black, gay, immigrant woman, the first of all three of those to hold this position. 尚皮耶大会头，就感谢真正的先进的牺牲甲拍拼，拍破障碍，伊才有机会徛伫这个台顶，为北京创下历史。尚皮耶伫上任之前，就因为是非裔女同志的身份引起话题。伊伫属于法国的加勒比海马丁尼哥岛出世，这年来伫地方政界、媒体、甲非营利组织是真活跳。目前甲伊的伴侣，也就是 CNN 的记者苏珊娜马沃有一个查某囝。伊头一届以这个身份甲大家报告，就拄到纽约州水牛城重大枪击案。We don't need anything else to state a clear moral truth, right? Which is a racially motivated hate crime is abhorrent to the very fabric of this nation. Hate must not have a safe harbor. 现在伫咧欧洲，法国嘛有女性担任重要职务，原本的劳工部长博纳。总统马克宏16日任命做是新的总理，这嘛是法国30年来头一届有女性出任总理。Et peut-être je voudrais dédier cette nomination
à toutes les petites filles en leur disant allez au bout de vos rêves et rien ne doit freiner le combat pour la place des femmes dans notre société. 法国顶一届有女总理已经是1990年密特朗执政时期的克瑞松，不过伊还做无1年时间就落台啊。伯纳伫就职演说当中强调讲，伊会采取更较紧，而且更较有力头的行动来应对气候的变迁，嘛答应讲会有对策来营养物价的问题。伯纳今年61岁，是技术官僚，无竞选过公职，伊捌做过环境部长、交通部长、甲劳工部长，甲工会直接的经验是真丰富。伫进前任职的期间，捌甲法国的失业率降到15年来上低。马克宏会请伊来做总理，除了女性的身份，会当改变法国政坛以查甫人为主的形象，嘛认为伊左派甲环保的背景，对6月中国会选举有帮助。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海军巡洋舰发生军事感染了后，基隆舰今仔日也爆出有官兵伫咧军舰入港的时阵身体无爽快，快筛阳性。军方随甲规只军舰做快筛，而且也爆出着正副舰长拢确诊的消息。另外，伫高雄的陆军官校也有中正二校也有学生囡仔群聚感染，这陆军官校的确诊人数已经有上100人了，目前大部分拢转去因兜隔离。今仔日停留伫所有军港，巡洋舰10日拄啊传出真侪人确诊。即马海军168舰队上大动作的作战舰艇基隆舰也传出完成海上任务返港期间，一名官兵身体无舒适，快筛阳性，包括正副舰长也确诊。返港后即实施全舰快筛，并针对快筛阳性者实施 PCR 检测，确认阳性者依防疫规定实施隔离。海军南指部强调已经完成全舰消毒，人员分流甲区域管理，同时也调整兵力，未影响战备任务。国军连续爆发军事感染，除了军舰，位于高雄的2间军校同款传出学生集体得病。那中正预校确诊的人数相对比较少，大概20几个。那在学校的目前有8个，其他的都返家居家隔离。除了确诊学生，中正5校也考虑135个密切接触者，多数已经登记厝隔离。毋但中正5校，陆军官校更加是累积100多位学生得病。高雄市卫生局长后顶礼拜一第一学生得病了后，连续爆发。因为学生部分学校为6月中的校庆一直操演，根本无咧防疫。越接近校庆，当然我们齐步练习的这个频次当然会提高。可是对于有密切接触以及染疫的这个学生，该居隔的居家隔离或者是到防疫旅馆的，我们都按照规定实施。学校化完网，相关处置拢有照规定。校庆迄天也未对外开放。学校11开始采取远距教学，餐厅也有设防疫隔板，同时园区已经完成消毒、药调分流，区界管理等应变处置，防止疫情扩散。记者综合报道。自从这届疫情爆发以来，已经有超过600间的宗教机构出现感染的状况。不过，伫新北市中和有一间宗教机构，去互家属指控讲，这机构暗藏因老爸确诊的消息，致使因老爸才会染病死亡。宗教机构表示，伫前几天有甲因老爸做快筛，结果是阴性的。目前这双方针对死亡原因是无共识。镜头前笑甲真欢喜老先生伫宗教机构生活2年，最近家属煞突然接到父亲过身的消息，控诉宗教机构稳定疫情，互父亲死伫新冠肺炎。他说老爸昨天有筛，然后是礼仪公司说不行，我们一定要再筛，所以他昨天一筛，马上老爸就确诊。对，我是觉得他有欺骗的行为。老先生死后快筛呈现2条线，毋过家属指控新北市中和这间宗教机构自头到尾拢讲父亲快筛阴性，5月15通知出现扫，只敢若问敢是要装病后讲过当天早起，讲是费用正常，只是到迄天的下昼就接到父亲死亡的消息。我为什么要隐瞒？我说我坦荡荡的嘛，如果他阳性的话，我们就不会一直去 care 他，你懂吗？一定会跟他隔离。摕快筛阴性证明，宗教机构回应5月14老先生甲平常比突然变安静，随快筛结果是阴性，佮发现有烧的情形，问家属敢是要送医，对方表示毋免，只好食保健食品。这段期间无发烧等症状，只敢若继续落。家属也讲这是排毒，也毋过宗教机构有得病几率，社会局已经概率了解。住民总共有28位，那有27位快筛为阴性。那1名快筛为阳性，
那阳性的个案，它只有咳嗽的症状。那本府也要求机构立刻进行分仓分流的照顾。包括长照护理等机构，今年到今已经有638间出现感染的疫情，累计约1700名工作人员，加超过3300名住民确诊。有专家提醒，长照机构属于人口集中环境，长者免疫力弱，多数有慢性病史，防疫相对困难。他们都躺在床上失智失能的呢，你送到医院要送到哪里去？如果有一个专责医院专门在处理这一些，那你那个医护比例反而要更高啊，对不对？这些人的比较困难处理的嘛。要安怎强化防疫，避免长照机构沦陷？专家建议，除了逐工多次量体温，一礼拜内也爱多次快筛，在第一时间查出可能的确诊个案。为了避免长者为轻症变成中重症，口服抗毒病药物，敢是充足，更加是重要的关键条件。记者综合报道。全国工业总工会表示，在电子业一直在市场房，加上疫情影响，地区制造业欠员工欠真济，尚无有欠11万人以上。另外，做外销的精密机械产业也出现欠人的情形。希望在今年的第3季、第4季，政府会当放零加班的规定。不过，劳动部表示，今年7月疫情应该就稳定了。有啊，就是有确诊就会就都人会有少这样。人保集团的员工讲，最近疫情爆发，未少同事确诊，或者是去用隔离。不过，即卖防疫政策调整，因为疫情流失的卡手已经渐渐回来啊。也是会有远距上班的。现在目前我们工厂是在大陆，所以倒也还好。我也是刚解隔，今天第一天解隔，产能是在大陆那边，所以基本上是不怎么影响。全国工业总会16甲会员开线顶会议，收集各产业的意见。业者除了表达生产成本大幅度提悬以外，主要是欠工的问题真严重，尤其是电子制造业、精密机械产业等等。最近受到疫情的影响，除了确诊、隔离停工，其实还有不少员工为了降低接触的风险，请得休假，对卡手的影响是真大。整个资通信产业、精密机械产业嘛，全人力都相当短缺，有很多人他就利用这段期间请年假，在家里休息。减少接触嘛。对科技业来讲，毕竟他们之间的轮班制，那如果作业员呢确诊的话呢，可能确实会影响到整个这个产出哦。劳动部预估7月份疫情转好了后，各行业会出现人力的需求，其中制造业人力的需求是上界大，有42000人；大卖甲小卖是欠14000人；大小甲餐饮业是欠8000人。整体人力的需求差不多是93000人，也若卡手减少的部分是6000人，甲今年4月份来比。人力的需求是增加87000人，创下10年来的新高。很严重，对人手非常不够啊，都要上超过12小时。我们很多站都已经沦陷了，几乎一半以上。工业总会表示，4月份因为疫情，上海甲昆山小连续封城，产能已经受到冲击。接续的5月份，台湾本土疫情拖开，外籍劳工确诊者真侪。即马生产线的人力是真欠缺，希望第3季或者是第4季会当放零加班工时，来弥补流失的产能。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今仔日三读通过修正促进转型正义条例部分条文，未来会由行政院来设立推动转型正义汇报，由院长担任召集人。立法院也三读通过维权统治时期国家不法行为被害者权利恢复条例，由行政院设权利恢复基金会来处理赔偿等等的事项，死亡的赔偿金也定伫咧1200万。为了延续转型正义的工作，立法院17三读通过修正促转条例部分条文，建立辩护行政不法的部分。未来会由行政院设立推动转型正义汇报，由院长担任召集人，并且由法务部、内政部、文化部这6大部会承接相关事项。安尼促转会伫5月底完成阶段性任务了后解散。转会是一个任务型的机关，那我们任期到了，规划完成后就移交，将由这些部会共同来推动落实整个转型正义的工作，包括赔偿以及没收财产的返还。这一次草案也都通过了。立法院17也三读通过维权统治时期国家不法行为被害者权利恢复条例，由行政院设立权利恢复基金会处理赔偿权利恢复这个事项，也规定没收财物行人。死亡赔偿金是新台币1200万等规定，不过有200受难者家属认为根本无需要另外设基金会，
应该要由228基金会直接来负责相关业务。228国家错了，那以前赔600，那你现在觉得说以前600不够，再赔600，一共1200万。为什么我们家属不能由228基金会处理，他发给我们就好？我们还去新的机关再申请，人手不够再加上去就可以嘛？228现在它本身是已经转型了，它是一般的文教基金会而已。现在要做这个赔偿，它这个比较专门性、专业性的，跟228的性质其实不尽相同啊。另外，为了持续推动国家人权甲转型正义，行政院也规划设立人权甲转型正义处，做推动转型正义汇报的幕僚单位。这法案三读通过了后，会送请总统公布了后实施。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社会主体，就是政府希望讲会当帮助每一个民众拢有一间温暖的厝通好住。伫台中即摆也拍算要来放零这申请的标准，甲家庭年所得买袂使超过120万的这个条件来取消。不过有学者认为讲放零社会主体的形象呢是有来提升，不过应该爱大先予少年人甲有需求的人再来申请，而且无应该限制讲所有地区全部拢来放零。台湾的厝价是一直在加悬。根据实价登录的资料显示，去年台中市易售厝起18%，是6都排第2的。市府推出社会主体，目前起22个建案，拢总5778户。按目前的规定，申请社会主体要符合一户一年的所得无超过124万，还有每一个人每一个月平均的收入无超过54152块。不过，都发局即马准备要抬度一户一年所得这个限制，要来放零申请的条件。我们把它放宽，对有家庭的这种相对低收入的这个条件，但是他又有家庭，不只是小朋友或是长辈，他都可以把这个家庭所得的这个限制拿掉。我们会让我们的社会住宅可以供更多的市民来做申请跟居住。不过，甲条件放零，需求较侪过供应的情形，敢会变更较严重。学者认为讲，社会主体的本质就是一般的主体，有干那做买卖的特性。甲条件放零对提升社会主体形象有帮助，不过整体社会主体数量无够的情形之下，应该优先予少年人，还有相对收入较低族群有机会，无应该全市拢放零。符合条件若较好的所在，也是要维持应该有的条件。区位越好的、条件越好的社会住宅，我认为它应该要让更多这个有需求的人可以快速满足，比如说。会来错啦，就是在七期这附近，这个区域条件很好的弱势族群，或者是有特别需求的年轻族群，有没有？因为那边就业机会又多，我认为是更有吸引力的。那个我不认为应该要放宽。都发局表示，为了让社会主体会当照顾更较多元的族群，唔那干那照顾弱势尔，所以才会放零条件。修正草案已经送去法制局来审议，若是接续市政会议通过了后，就会来实施。差不多有5000户的社会主体有下用。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桃园的中立车头，正在进行铁路地下化工程。市长郑文灿也话讲，这代替机场捷运，也有捷运绿线会当相接做伙。不过有机关所发现讲，本地捷运绿线是要做到中立车头，煞变做是机场捷运做到绿线的控5站。这期郑文灿的政策已经跳票啊。地下化工程一直在进行，当日火车头运量，敢若比台北甲桃园车头较少，排名第3。桃园市长郑文灿发出3轨强告，未来伫中立站会当坐代替机场捷运甲捷运绿线。不过，顶一日议员发现讲，捷运绿线原本计划延伸到中立车头专车，变作是机场捷运驶到绿线G105站专车。这个中立3轨强告的政策跳票。A23车站，它没办法直接让你可以说这个到这个桃园国际机场，所以3轨共构的美意完全不见了。当初市长的承诺也跳票了。民众大部分拢感觉中立站3轨强固交通会当更加利便，嘛希望工程会当赶紧完成。第一时间是觉得很吓客，所以还是觉得3轨比较好，对不对？当然是啊，当然是。我觉得就先盖好再说吧。对啊，不然每次都要拖一个工程拖那么久。桃园捷运工程局回应讲，机场捷运甲捷运绿线机电系统无共款，需要分阶段整合。目前先甲转车的站设伫G105站，除了唔免调整机场捷运延伸线的配置，来影响通车的机程，嘛免拆人家厝。伫时田甲成本等等的考虑之下，这个方案是更较好。未来我们持续透过系统整合，可以达成一车到底、环状营运的一个目标之后，那就没有所谓的这个需要再转乘的这个问题。捷运工程局进一步说明，
针对桃园捷运路网的规划，未来按算会甲机场捷运、甲捷运绿线串联做宽纵线。伫宽纵线内底坐车拢会当直头的，毋免换车。等系统的整合完成了后，伫中立车头毋但会当坐台铁，嘛会当坐机场捷运甲绿线。记者综合报道。南投管处对2012年补助游艇业者买电动船，不过目前138只游艇只有22只是电动船。南投县游艇工会表示，因为补助了伤过少，加上这疫情影响到这观光的来客量无够稳定，而且保养的成本也真悬，业者才无意愿来换这电动船。微微好的日月潭游客量无济，也毋过也是有人买船票准备游学，未少游客想要坐较新的电动船。比较没有像柴油船会有臭味，或者是噪音，可能也没有那么大吧。这样可以减少我们这个水的污染，还有空气的污染。也毋过游客最后坐也是柴油船，虽然向天拢共款，也毋过游客难免爱忍受烟烟声加废气。入管处为2012年开始补助游艇业者换买电动船，也毋过除了伫2016年换买达到7只上侪之外，累计到今年138只游艇，只有22只是电动船。游艇业者表示，重点也是维修成本伤悬。厂商没有说去安排之后的一些，比如说之后要太旧啊。当然要替换的部分，那要去找谁来处理？我们电控跟造船厂几乎都是分开。游艇业者表示，柴油船除了买了大，一年维修费大约只要30万，也毋过欠点就是废气甲噪现声。电动船虽然安静真济，行驶也平稳，也毋过维修费翻倍，一年需要60万。电池寿命大约52年，换就要200万。另外，受到疫情影响，日月潭的游客数降真济，受到减真济，也大大影响换船意愿。那对每年维护费的补助也是要有做一个永久性的一个补助，因为本身电动船它的维护成本就高。主要还是在于电池电动系统动力一个持续有效性跟一个管理维护方面的一个问题比较大这样。入管处表示，目前除了提供船价47%的换购补助，佮提供高码头的免费充电，稍后来也会甲航港局研议佮较侪条件。也毋过游艇工会认为，应该爱定期性的补助，才会当降低业者营运成本，提悬换买新船的意愿。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高中生就算是半个大人啊，咱来看这条新闻，看安尼做敢有合理咧？新竹高中最近提案要修正管理办法，禁止学生伫咧学校内面用手机啊耍游戏，按算6月底会送校部会议决议。不过有学生认为讲应该爱尊重因自我管理的权利，学校也讲会和学生来继续讨论，希望会当得到共识。下课时间，有的学生出来运动场活动筋骨，嘛袂少学生留伫教室划手机啊。毋过，干那10分钟，连咪就要继续上课。有的学生因为游戏也未结束，加减影响到上课。如果你可以自己控制，就是只在下课时间玩，然后不会影响到上课的学习的话，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关系。然后手机，我们希望他们能够使用的部分，包括我们的拍照来做一个笔记啊，或者是来上一个线上的查询、单字的查询，或者是一个形式力的方式的处理哦。那其实大部分学生都做得不错。那可是我们现在后来遇到一个问题点，就是在这时间点玩游戏，原本有玩游戏的人他就继续的玩，但是原本没有玩游戏的同学，看到这个状况之后就开始加入了，那我们就开始接到很多家长的反应。目前学校想要定出严格禁止学生在学校耍手机的规定。另外一边，学生代表是希望学校尊重学生自我管理时间的权利。我们班联会提出来的是，我们只在上课时间，也就是教育部原法中学习时间的部分，来对手机做必要的管理。但在下课或者是午休或者是放学之后，这些非学习时间就可以交还给学生自主来运用。学校指出，3年前原本同意学生下课时间自由使用手机啊，不过却发现真侪学生无法度控制，所以才想要强制规定，所以来参学生讨论，希望会使得到共识。记者对君和新竹报道。
伫咧屏东东港的平村湿地，在地人拢讲，这有一位真特殊的村长，伊逐工拢会伫咧园区内面散步，还佫会顺产水。这位村长其实是一只40公斤重的大象龟，带观众朋友做伙来看卖。哎呦，个会晓先行咧舞咧。伫园区的路边有一只40公斤的大象龟，正咧食染物，经过游客拢感觉真新鲜。而且这只大象龟佫有一个特别的名，叫做船长。有客人看到说，这只好特别哦，伊拢会叫孙了哦，你们跟村长、林长一样。船长是屏东东港大平湾平村湿地的大冰青，逐工伫咧园区内底散步，就亲像咧顺产水共款。大人囡仔拢想要甲伊翕相。其实船长应该是饲伫咧厝内，为着互伊有天然的生活环境，才会带来平村湿地。然后很多粉丝啊，很多小朋友也特地会专程跑来找他，有的要拍完美照什么，一进来就，小姐你们村长在哪里？其实我们之前是想说这个环境很棒，就把它带来这边，也等于是有点野放，让它比较不要像说一般我们养宠物把它关起来。园区的业者看到船长遐尼受欢迎，嘛开始伫咧游览的路线当中设计象龟的导览，希望游客尊重保育类的动物。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对19度到28度，苗栗到云林对18度到30度，高基到屏东对19度到29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9度到26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8度到26度。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